根据统计，这大学的毕业生平均薪水台中市是36113块，是6都内面上介低。有学者认为，讲是因为这台中市传统产业较济，建议会当推动这智能化产业转型，员工的薪水自然就会当提升。这条工局也讲呢，会协助这产业结构升级或者是转型，也举办校园找人才活动。课堂详细听课，学生毋忙毕业了后，会当找到一个好头路。根据劳动部的调查，台中大专毕业生平均薪水伫6都上尾名，伫校园引起讨论。有人也看好台中的发展，愿意毕业了后在地就业，毋过嘛有可能会去机会较侪北部发展。觉得算是它正在一个开发阶段吧，就像是有很多的从化区，对，然后我觉得它未来的潜力应该会蛮大的。北部发展一定会就是消费会比较高嘛，对我就觉得说看个人啊。所以你也不排斥就对。不排斥啊。劳动部薪水行情甲大专生就业导向资料显示，2022年台中市大专拄毕业的少年人平均薪水是36113块，是6都上差的。领上低级数的薪水人数占比达到34.3%，是6都上济。学者认为，数据表现出台中市传统产业较侪的特性，建议政府民间共同推销智能化产业转型，员工薪水自然就会提高。随着这个智能化的加值，这个越来越多中部的企业，因为它走向智能化，这些传产的企业就会价值创造力高，那他们的这个员工福利自然会好。市府跨局处合作，协助产业结构升级或转型，例如劳工局与经发局合作，协助大型企业高薪职缺办理专案征才，并前进校园办理职场导航与校园征才，为青年媒合高薪职缺。劳工局表示，台中市最近3年提高工资成长率是10.65%，是6都第2悬。针对产业结构问题，市政府同跨局处合作，协助产业结构升级也是转型，并且办理校园高薪人才活动，改善就业环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